歡迎大家嚟到 KCC 頻道。阿女叫我帶佢買二次元。二次元係咩嚟嘅呢？search完資料就知道啦。我曾經喜歡嘅百變小櫻、男兒當入樽都屬於二次元。呢兩個嘅周邊產品呢，都出現喺新白馬次元9號呢笪地方。呢個地方呢，係舊商場翻新，網上呢就冇清楚講明佢係老街邊個出口，唯有就自己睇。原來呢就係近 F 出口嘅。出口一出呢，過馬路，到對面呢就係老街啦。轉左一直行，見到 Miso Land 之後呢，再轉左行到尾就會見到噶啦。係新白馬二次元商場啊，今年新開嘅。嗱，睇落就真係好大，但唔知啱唔啱 shop 啦。一陣間呢會揾我個女嚟做個導航介紹下嘅。啲小姐，你今日嚟咗呢個新白馬二次元呢個商場點樣呢？幾好啊！即係呢個商場好大啦，跟住呢係有6層嘅，只不過係第5同埋第6層未租出去啦。咁第1到第4層呢都有佢嘅店鋪啦。咁裏面呢好多你以前嘅嘢，咁你就算你嗰啲以前嗰啲呢呢有幾大都可以。咁即係你都買到你嘅心頭好啦。係咁，如果10分裏面你俾呢個商場幾多分呢？9分啦，但係而家佢一翻係真係有啲熱碌，即係佢辣氣味供得足夠。好啊，咁你中意呢一個商場多啲啊，定中意嗰個豐盛丁嗰一條街嗰個啊，定係中意嗰個喺地鐵站裏面呢會展中心一出嗰個新中華 Bitcoin 啊？通常都係以前嗰啲商場我都會中意。咁你3個裏面你最中意邊個啊？呢個，因為我嗰個以前嗰個圈喺依家商場買得最多咯，其他嘢都得嗰1兩間有買到。OK， 好啊，唔該晒你啊 T 小姐。B 一層啊 ，B 一層都有吉店嘅，但係呢度呢就有按摩嘅地方啦。其實佢每一層呢都有地方俾你坐。其實如果作為一啲呢，可能好似我呢啲陪啲小朋友嚟嘅呢，都有地方坐，唔啱買嘅都可以嚟睇下嘅，坐下嘅咁樣咯。時間好快就過噶啦，當你有部手提電話嘅話。